要死得洁白，才能够相互成其光明媚。说的是啊，唉，我曾经留心过黛玉啊，可惜黛玉这女儿举止行动多怪僻，不是宝茶新闻人，稳重端庄更贤惠。老太太，我的心里也是这样想。林姑娘虽是有貌又有才，只恐怕多愁多病不为亲。宝丫头德用兼备，有福相品格端方，十分严。可不是嘛，更有情书配宝玉，是一对天生的并联，能是教万事清楚的宝玉富贵贱。谢谢朋友们关注点赞。